好多創業者咧都係滿腔熱血咁去追夢，但係好多時佢哋都係堅持唔到落去。今日我就同大家講一套成熟嘅系統，點樣可以幫助大家走得更快更遠。我當初設立攝影同埋活動策劃呢間公司嘅時候咧，其實目標好簡單，就希望為每一位客人留低最珍貴嘅回憶同埋佢嘅體驗。但係現實係好殘酷㗎，為咗填補每個月公司嘅支出，我用晒我所有嘅積蓄，每日起身就係彷徨同埋無力感，無數咁多次想同自己講要放棄。不過我知道我係唔可以退縮嘅。3年前出現咗個轉捩點，就係我加入咗 BNI 嘅 Vision Chapter。BNI 已經創立咗41年，經歷過時間嘅考驗，係全世界最大嘅商業引薦平台。所以咧，我選擇咗放棄我自己嘅固有思維，簡單跟隨個系統去做業務拜訪，分享自己嘅業務。漸漸我發覺咗 BNI 唔止係一個分會，更加係一個無邊無際嘅資源平台。透過會友嘅互相引薦咧，可以用最低嘅成本建立最龐大、最穩定嘅人際網絡，令到會友變成咗我銷售經理，客源同埋貨源資源咧一時間全部打開晒。相信唔係 BNI 呢個系統同埋會友嘅支持咧，我係冇咁快咧可以企翻起身嘅。經歷咗呢3年之後咧，我發現咗一句說話就係：永遠叫自己放棄嘅人咧，其實就係你自己。堅持到底，你就係贏家。而家我係 BNI 嘅創會董事顧問，同時管理緊3間公司，主要係做攝影同埋活動策劃，幫助唔同嘅行業解決資源問題。多謝 BNI， 多謝呢個咁龐大嘅人物資源平台，希望越嚟越多人同我哋一齊行落去，製造更大更多嘅商機。